宜兰三星乡的三星仓拄到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虫害，全乡200公顷的葱仔田，大约有一半拢来生这个葱仔虫。农民喷农药嘛无效，因为这虫已经有抗药性了。吃的很厉害，今年虫害真的。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？对呀、你看。这荷塘加害了三星葱仔，和农友看了真艰苦，辛苦种出来葱仔，却拄到病虫害，种无工钱，日子真歹过。打药也是没办法。明年我不要种那么多了，我种这一块我一个人，对我吓到了啊。 宜兰三星乡特产三星葱仔，全乡种葱的面积差不多有200公顷，因为即马一半拢受到病虫害，对着这款崩盘的危机，拢是这款虫造成的。将葱仔讲一个掰开，内面拢是虫，因叫做青虫，又叫做葱仔虫。每年6月份到9月份，高温无落雨的时是上济时阵。 这款虫会将卵生的葱仔秆，当这个卵孵出来了后，就开始食葱仔秆，变甲拢一空一空。一半等下损失一半以上啦，嘿。对了，这款虫损失真严重，这2天三星葱的价销每公斤是90块左右，后来有可能会阁起价，只望讲政府赶紧来斗相共。性费洛蒙的诱捕盒的那个放置，跟一些那个捕虫灯。 那其实最主要是在药剂部分，我们是希望尽量能够在寻找不一样的一些药剂，来让防治更有效果。像这款害虫已经有抗药性，只好想其他办法来做防治，唔通让辛苦种的葱仔，拢互这害虫食了了。